有那龙的脚步嘛，伊那好的包，有么就啥都了会，比那个了是怕米个人家吃嘛，米吃面嘛别只要上菜路，噶人家都有那路好，是怕米就家个人啥路，伊那是怕米一样比那来，这里提抢好呢对嘛，还有个看儿，这里叫个看儿啊咯，提下去也不表。家吃什么？要是吃啊好吃光好呢，叫个嘛了。啊，就不谈啊那个呢，要吃到吃都叫多。第那还吃提啥好？你看过去提啥多了没来他们了？阿妹，快路外都叫多，上旁边喝阿拉呢？刚呢，上旁边喝阿拉阿妈拉呢？去过点来不谈了，阿妹，米有这一道考，不但那要那回答咱米个人比如，要吃到吃来个quoi，要被俺烧个嘛了，啊就个头苦啊那个呢，牛排不毛面了，要被么也干得个都，啊，上旁米啊，用酱吃的，要吃到吃来烧面了，啊别好的样呗上旁米，啊用酱不但呢吃到吃来烧奶面了。啊，别还有没提前那我不打那门啊了，啊，要讲不打呢，要吃到吃来烧奶奶，啊，别还的呀，吃呀那好忙啊，个节好忙了不是？哎，好是怕米啊，啊，要讲米呢，要吃到吃来，啊，要烧奶奶了。后来头呢，伊那啊，对嘛，这里要是这样子，要么修克里讲吃行，上怕米要吃到吃来烧米了，阿妹，要吃到吃来烧奶我。有没有烧吃下来？嘛别日头讲啥个吃下来，他估计啥个吃下来，没有啥来，烧麦啊，阿妹，他们要吃到吃下来，哎啊，没有啥哎么啦，嘛别日头讲啥个吃到哎么啦，他估计啥个吃哎么啦，前面那个也许可能讲不得呢，他估计啥个吃到，嘛别日头讲啥个吃到。米有啥的叫多，那还吃提啥多啦没来么啦？那把的，那把你看火鸡提啥多啦没来么啦？阿妹，米有啥的鱼类多没？米有啥的牛康没？米有啥的黑椒个，那还吃提啥多啦没接了？好看火鸡提啥多啦没接了？那还吃来个叫，必须要不明天那还吃么个？我们要每年来还吃么个？他要每样不单呢，路世界要每样不单呢，路要每样不单呢，牛要每样不单呢，来还吃么个？啊，前面那个，嘛别日头讲啥么呢？没有啥别了么呢没了，阿妹，他们呢来还吃提啥多了没嘞？爱吃没？啊咯，你搞的quoi？不仅啊，看火鸡提啥多了没嘞？没啊咯，你那么吃吃下的。我家不单呢，我兵不单呢，我刚不单呢嘞，后老不会来嘞，我到家不单呢嘞，明白了？哎，好，伊那个这里啊，要吃到的叫多呗，啊，这多啦这看火鸡提啥多啦来他们，米和老吃饱不单呢，米和老格朗米不单呢，米和老喜欢那拉米呢，米和老看火那拉米呢嘞，哎，米样家吃提啥多啦没了，阿妹。一day吃提啥么多啦？吃饺提啥么多啦？我提啥么多啦？你妈教提啥么多啦？你没有个人家吃提啥多啦没？啊啦，阿妹，头不得那个家吃什么？提下吃要啥吃俺那吃过了会，要吃到吃都叫多，那还吃提啥好？看火提啥多啦没来谈啊啦？伊那搞你都去，这里头都也搞呢，也那好了。要好的这个都跟人包呢，提现在呢没有多考题了，比考考了，然后你等和老巧嘛了，也个要那回答，咱们也跟人比如，阿妹。